之妙，测阴阳之神，而以达于性命之源，明于行止动静之道矣。故传之作，为教后人之习义也。人求名义，不先明于传闻。是虽日读经，恐无益于事。故夫子以其所得，指出其要，而及其意，未传于经之前后，其循诱人之心，足千古矣。虽其言得之先胜，非夫子一人所为，而其编定之功，实为继往开来之甚。读者其无负夫子之心焉耳。且卦之象气与数，必视其变化，而后得其未来。若仅直现象，则往复者不可知，将何以穷神之化哉？故通义必参全义之变化，非就一卦六爻之象，即足得其用也。有义者，因气明道者也。气可见，道不可见，必应有形，以素无形。有形者现具之象，无形则在无象之中。然气有以求无，亦不得也。必求诸有而不执其有，方得其无焉，而非经文所尽也。必广征于先后天之图，与本宫之序，即序卦之辞，而后知之。故必征于传闻也。如先后天之图，不见于经，即就乾坤之序，亦不知其位，为天地定位一节，言先天八卦之位；地出乎正一节，言后天八卦之序，皆足以证经文之不及者。如乾坤之序，未经义所定，始于乾，终于未济。此故读经可知者，而其本宫之序，则不在经中，又非真于传闻不可。传有云归妹，女之中也，乃明本宫之始终。盖序卦之次序，本于后天八卦之生化，而未用也。本宫之次序，则本先天八卦之生化，而未体也。体尽象坤，故归妹为坤。道之尽，后天用阳，而动向前，故谓既未干道之中。二者终始各异，致用一书，而必由传考之，使得明其故。不特此也。连山守艮，归藏守坤，64卦之序各异，即方圆图与岁序图皆不一。凡由乾坤变化而生者，皆有定序，而今但就文王所定者列之。若不真于传，则他一图皆不得知，不读不备于用。而经中各爻辞，恒有取前各异之咎者，其意亦难所解。辟之归妹女之中也一语，苟不知八宫次序，终于雷则归妹，
则其意将不解矣。以经文次序，明明忠于未济，与归妹合舍，是则女中之意，实非取于经义者也。况亦曰男，亦曰女，对举而言，即分属乾坤二者，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故有明解。而未济之男穷，即指干气之尽；归妹之女中，即指坤气之尽。然序卦中以未济，可见本干道之始终也。本宫则本坤道，斯谓不同。而不同者正其痛也，由于先后天也。合之则同，分之则异。未有离体用谓之者，故一人同。人之既生，身形同具，性情两全。若分则死矣。然性情自别，身形一殊，又不可混为一谈。是以言义必广征其意，以归于统。义之序卦为主，余皆为参故之用。以于合一，则义皆同，故易经旦取。读得不顺。